其他的消息，咱继续要来关心，这是女城大头家叫做吴介民，去年互人告牵涉到伪造叫人都爱投资的证件，另外，佫甲公司的资产偷窃去用。法院介入调查了，落尾发觉讲，这个吴介民利用到碰风的股票，牵涉到骗河湾度假村的产权，判伊就爱还度假村土地，也佫有厝。吴介民落尾阵啊无爱保证金，做伊偷走，即嘛变做通缉犯。河湾度假村即马拢无人看过去，实在真稀微，因为官司的问题已经扛了用1年啊。来过的游客讲啊，我的所在那也无去啊，1年多的时间就专心去打这个官司。会变作安尼，就是因为河湾集团去年捌卖互别人。迄当阵河星休闲开发公司的头家吴介民，用1340万股10块的股票，加上9600万的现金，甲河湾度假村的产权买落来。度假村本来头家发现股票封灌水，吴介民嘛无照时间甲村的钱互因，气甲告去法院。哎，知影伊是早就计划好的一个骗局啊。法院调查了，发现吴介民摕到产权了后，佮甲民间的公司借7520万，煞无付钱予河湾度假村，尾也判吴介民度假村的土地甲建筑物的产权爱还回去。他们在没有好好的经营的时候，全部都荒废掉啊。听得出来，口气真无奈。度假村的头家即马敢若希望会当恢复过去闹热的光景，啊，吴介民目前放弃交保走路，过去的10大青年变作通缉犯，实在真悲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